中国官方新疆新闻网3月13日报道说，已有500名维吾尔青年从沙车县转移到库尔勒。自从中国共产党政府占领东突厥斯坦以来，中共当局一直奉行一项消灭东突厥斯坦人民的恶性计划，特别是在过去的3年中，他以所谓的就业的名义，加快了维吾尔和其他突厥人作为廉价劳动力向中国各省的派遣。同时，当局试图以相同的借口将维吾尔人遣散到东突厥斯坦其他地区，以瓦解家庭。据悉，这次中国当局从沙车县将500名男女搬迁到库尔勒，其中大部分是萨伊巴格2村的居民。观察者注意到，这些年轻人身穿类似监狱囚衣的制服。一名犹太学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3届会议上称，中国犯下危害人类罪，并呼吁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行动。瑞安·贝瑞在日内瓦的一次会议上代表欧洲犹太学生联盟发言时说，中国正在犯下危害人类罪。他强调，在过去3年中，中国已将超过300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无辜穆斯林突厥人关押在集中营。这些集中营的建立是为了同化该地区的整个突厥穆斯林。他还批评了该地区的任意定罪和绑架、酷刑和强迫劳动等侵犯人权的行为。他说，他想把这个问题带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日程，但他感到失望。美国国务院13日召见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有关美国政府隐瞒疫情与美军将疫情带到武汉的说法表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在他的推特账户上称，可能是美国军方人员将疫情带到武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周三表示，中国隐瞒武汉疫情，禁止医生谈论疫情，致使全世界多花费了2个月时间了解病毒。欧布莱恩说，如果中国让美国专家进入，新冠疫情可能已经得到控制。如果中国最初不隐瞒疫情，不禁止医生讲话，应对新冠疫情的时间可能提前2个月。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感染了全球近16万人。欧洲传播最快的国家意大利的死亡人数新增368人，累计死亡1809人，确诊案例累计24747例。一直是游客沸腾的意大利街头现在空无一人。已宣布紧急状态的西班牙，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88人，感染人数到达7753人。法国卫生部部长欧利费瓦兰在一份声明中说，新增武汉冠状病毒患者有900人，使总数到达5400人，有400人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法国新增死亡案例29例，累计死亡案例120例。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在叙利亚危机爆发9周年之际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复兴党政权及其支持者结束在叙利亚的大屠杀。声明说，叙利亚人民在9年前上街是为了合法要求，但复兴党则通过暴力、任意逮捕和酷刑来回应他们的要求。在这场危机中，有1100万人失去了家园，50万人丧生。声明说，叙利亚复兴党政权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将被追究责任，参与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人将被绳之以法。